自就任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，曾國偉一直負責帶領政制及內地事務局，推動特區同內地嘅聯繫、合作同埋發展，統籌特區政府落實國家十四五規劃，協調各個政策局推動同埋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，加強同內地嘅溝通同埋聯繫、商貿同埋投資推廣，處理特區有關人權嘅政策事務等各方面嘅工作。另外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亦都督導選舉事務處，配合選舉管理委員會，成功同順利咁舉辦咗多場重要嘅選舉。我感謝曾國偉佢喺政府工作同埋所作出嘅貢獻，我亦都理解佢嘅身體狀況。我祝願佢身體健康，一切順利。我會物色繼任嘅人選，期間副局長胡建文會署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嘅工作。我自2020年4月獲中央任命為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，多年以嚟一直盡心盡力做好我嘅工作，為特區同埋市民服務。但喺高強度嘅工作中，身體亦都漸漸出現咗情況。我嘅前列腺癌指數一直都係上升 ，PSA 值更加係長期超過11。咁期間亦都做咗唔同嘅檢查，包括超聲波、潮力共振，以至刺穿手術等，亦都有按時食藥。咁但係情況亦都冇咩改善。經與家人同埋醫生商量後，認為目前最好嘅處理方法係放低工作，減少壓力，調理好身體。因此喺完成咗立法會選舉任務之後，我就思考並最終決定向行政長官作出請辭。